再来看台南归仁公有市场，最近受民众反映讲，市场内底手机啊拢收无信号，市场大嘛咧灌工，拢爱家己牵电轨。市场处是回应讲，本地是有要采基地台，毋过就住户讲会影响健康，所以上好也是建议家己去牵网络。 台南桂林公有市场内5花10个单位，总是袂少民众会来市啊买煮食的食材甲果子。不过，即阵所有人反映被拿入去像消失去共款，手机拢卡袂出去，嘛有侪单位怨叹无信号、恶联络，规气无爱插手机啊，改牵室内电话，因烦恼若歹运发生代志要安怎？实际到场信号干那一个尔，甚至会徛个直接坐店外口收信号。家人需要你在采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打了很多通，根本就接不到，然后我们有时候有接到未接来电要打回去，也是打不出去。伊的时间伤济啊，所以等于影响到手机也袂通啊。做困扰，因为就等于讲，有当时电话袂通，有当时人要叫回，没有办法联络得到。我的是接得到，是其他人接不到，都要跑去大马路上面。这个市场到单已经40档，经过了解，早前市场内巴士强破去，后来拆掉，就要因为做内政补强工程，4颗链灯的壁头太悬，地书收无信号，追问市场内办公室有网络，不过市场处回应，迄是接市府专属的线路，考虑治安问题，并无对外开放，伊也是建议主地会会当家己看网络。我们有请那个电信业者啦，进来评估是不是可以设基地台。 因为设基地台摊商甲一寡知识会可能感觉讲，迄可能有辐射，所以因个尾仔个讲无爱设啦。阮市场处嘛是有建议讲，是毋是无咱来设 WiFi 啦？个整几台在看嘛，一定爱装3、4台啊，用阮的主地位来申请啊。无你市场处伊也毋管你条，市场处伊讲即个因无你插你这信号好啊歹啊。 市场面积有1000公顷，计共有167档伫遮做生意。主地会讲，因目前已经有请电信业者来评估看网络，按说无偌久就用好势啊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